来乡亲啊，最近来这波东北季风是真强哦。气象署针对12个县市来发布着强风的特报，尤其是恒春半岛由东北风形成的落山风，为昨日17号就开始吹，昨的强阵风一度达到12级，这已经是轻度风台的等级了。甲机车吹倒去，甲路牌吹歪去，甲电火线吹断去，嘛甲老树丛吹甲拢倒过了。在地乡亲讲，这届这个风比之前滚来的风台拢较强。风有够头，恒春镇南门邮局前的老树，被风吹倒去。要宽道民众沿公路底行，风扇着面，雨满拢吹破去啊！我才知道什么叫落山风，原来比台风还可怕。那个风哦，真的因为我体重也没有很重哈，所以差点被飞走。恒春真是路边的路牌，雨风吹甲强要倒去，也有民众看到讲，乌多摆雨风硬吹倒去。恒春的落山风有够头，昨气象站恒春的工作站捌测到12级的强阵风。气象站表示讲，这是因为台湾的南边有万季风台低压的扰动，再加上受到东北季风高压的影响，才会出现这头的风。所以启东北季风有高压系统存在，那南方又有低压扰动这种南北的气压记录力够大的话，其实在恒春都会造成比较强的落山风。其实恒春当年有出现10级到12级不等强度的落山风，落山风出现伫当年的10月到过当年的4月。东北季风经过中央山脉了后，就形成真强的落夹风，扫过恒春一带，威力相当是轻度的风台。是讲即摆连老树都被吹倒去，让民众感受到落山风的威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